伫遮我要向大家来问候，愿主的平安，甲恁大家伫地。今仔日是白话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果团体主办的圣教礼拜，伫耶稣受难日甲国外节，阮要用台语的诗歌来敬拜，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咱会当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今仔日的礼拜为2点到3点，阮有7位兄姐要读7段的经文，望大家会当更较了解耶稣受难到伊的国外，咱阁有9首的台语的诗歌介绍互大家。今仔日咱礼拜的主题有真密切的连结，歌词内底真感动人。那么，是感谢伫陈茂生教授伊所翻译的每一条咱唱的台语的诗歌，阮感谢伊。望这诗歌会当互咱对主耶稣基督有更较深的明白较疼。即阵介绍咱的牧师曾拉同牧师，伊今仔日是礼拜，伊要传讲一篇真赞的信息，请大家闭眼心，来听上帝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咱抬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今仔日，阮要用台语的诗歌来敬拜你，来学劳你。是即个受难日，阮纪念阮的主，伊为着众人的罪，伫十字架顶受苦难，互咱的罪，因为咱相信主耶稣基督得着上帝的赦免，会当甲上帝和好，得着理所收拾永远的活命。你为死国外，天顶地下拢充满你的荣耀。你是阮生命的主，你赢过死亡的关系，互阮甲你的得胜有份。阮感谢你，愿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特别是还未明白你的朋友，恳求信心开因的目睭，开因的心门，互今仔日交做因一生上重要的日子，因的性命卖当得到顶头生。愿满心感谢呼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祷。阿门。咱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为十字架的苦难到国外的荣耀。你是在
今仔日的音乐礼拜的主题是对十字架的苦难教搁我的荣耀。伫马太福音27章27到31节，记载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伊安尼讲：迄时总督的兵带着耶稣入宫堂，组织旁赢的兵围伊。脱伊的衫，将红袍改穿，用刺皮的边冕旒挂伫伊的头壳顶，用罗竹摕伫伊的正手，跪伫伊的面前，戏人伊安尼讲：犹太人的王啊，平安平安！就甲伊对喙烂，也迄支罗竹来捽伊的头壳，迄人煞伊领迄个红袍，就甲伊脱起来，将伊家己的衫互伊穿，带伊去钉十字架。耶稣为咱的罪来承担苦难。以赛亚书53章第3节到第6节，伊受看轻，予人放散，受济济苦读，常常拄伫忧愤。伊受看轻，亲像予人安面无看一样。咱嘛无尊重伊，伊是在担当咱的忧愤，陪咱的苦读。
总是咱茶水伊受责罚，互上帝拍，确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当当刑罚，咱得着平安；伊受鞭拍，咱得着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耶和华互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耶稣伫咧十字架顶下面的声音，路加福音23章34节。彼时耶稣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马太福音27章45节甲46节。对日中午甲下晡3点，遍地拢黑暗。差不多伫咧3点，耶稣大声话着讲：“伊利，伊利！连马撒巴各达尼，就是讲，我的神，我的神，是安怎放杀我？”只有基督使我毋茫，罪我甘愿开那时光，最初甲酒艰苦照破，我也过风台高花，原来听到结情结款，我可惊了，我可爱我。最我为万行运动，我得徛在地主听头。只有基督最人出世，完全的心愿最有你。公义遐通你好的面，伊要救的人叫。依靠耶稣是你世界，上帝赦罪，完全无敌，因为担当拢总罪过，基督是成就我当我。伊打倒伫阮梦内面，黑暗也过世间光明。总是有光，天来临，主对阮报告我的声，伊打开你的光相会，最后交错。手，基督的保护手。
主耶稣，我感谢你，为着听我，你为我死，带我对我一日不眠孤独，开我目睭通看见，主耶稣。感谢你，为我流出阮的宝贝，对宝贝世界，你阮的你，予我心自由欢喜，不愧是你，我永赐我命。主耶稣，我感谢你，为着听我，你为我死，带我对我一日光明孤独，开我目睭通看见，主耶稣。感谢你，为我流出阮的宝贝，对宝贝世界，你阮的秘密，予我心自由欢喜，不愧是你，我永赐我命。是你，说是你所。
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拜二，咱真紧就到伫拜五。拜五，咱家称作是 Good Friday， 嘛是咱所谓的受难日。就是拜五了后，咱连绵就到伫礼拜，咱称作是过活日。对受难节甲过活节，当然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要当这时来纪念也庆祝这两个节日。受难节甲着过活节，通讲是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两个节日。伫受难节，咱咧纪念耶稣基督伊的苦难甲死亡；伫过活节，咱要庆祝耶稣基督对死过活。耶稣十字架的苦难甲死亡，是咱得救的根基。若无耶稣的十字架，若无伊为着咱担当的苦难，咱就毋知救恩伫叨落。总是耶稣对死过活，是要互咱得救的生命，会通成做得胜的生命。咱做一个基督徒，毋仅是得救，咱做一个基督徒，爱过一个得胜的生命。十字架原本是波斯帝国死刑的工具，后来罗马帝国继续延续这种死刑的工具。袂少的死刑犯，其中包括一寡良心犯、政治犯、宗教犯，因拢互罗马帝国甲因钉死伫十字架顶。耶稣是其中的一位。总是当十字架拄着耶稣，伊的意义有真大的改变。十字架原本是见笑、艰苦、纳杀、污秽、罪恶、死亡的一个记号。总是当伊钉死耶稣基督的时阵，伊的意义也开始得到改变。为着要完成上帝伫世间的救恩，耶稣毋仅是承担互钉死伫十字架顶伊的身体极大的艰苦，伊的心也着爱承受伫十字架下面济群众的侮辱，甲着讥笑。毋仅是安尼，伊的神、伊的灵魂嘛有极大的挣扎。伫十字架顶，伊喊话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离我？”耶稣毋仅是人子，伊嘛是神子。耶稣咱称作是上帝的囝，落尾咱该称作是圣囝上帝。当即位上帝的囝，当即位圣囝上帝，诚做咱所有的人所无爱愿意诚做迄款人，就是一个互人侮辱、互人气杀、受着咒诅，上时落尾互人钉死的一个人。伫耶稣的十字架，事实上有双重的痛苦。第一重的痛苦，就是耶稣伊的身体甲伊的心灵所受极大的痛苦。若是第二个痛苦，就是被上帝以忍得，互伊的囝为着担当人的罪恶，来受遮尔大的痛苦的痛苦。咱毋仅是爱看到圣囝的痛苦，咱嘛得爱看到被上帝伊的痛苦。为着要拯救世间人的罪，被上帝甲囝上帝同齐时拢承担苦难，这要向世间人显明什么是真正的疼。十字架是上帝是疼，介好的一个见证，介清楚一个记号。你若无看到这个记号，你袂通确信上帝真正疼你。十字架要甲咱讲，上帝真正是疼。伫伊的疼内面，人的罪会通得到彻底的赦免，人的生命会通得到永远的赎回，包括你，包括我，拢会通得到赦罪恩，拢会通对原本应该死亡的生命进入到伫赎回的生命。
耶稣的十字架向咱启示，上帝无因为人的罪来气杀人，反倒当为着人类的罪甲苦难，伊愿意谦卑家己，对悬悬的宝座行落来到伫卑微的人的中间，暂时承担人类的苦难。十字架原本是要拆毁所有的希望，十字架是一个绝望的所在，因为要拆消所有的愿望。总是耶稣的十字架，将十字架转变成做一个愿望的记号。十字架咧甲咱讲，上帝已经决定，伊通过伫十字架顶的耶稣，甲咱同齐承受苦难，上是要救咱脱离这个互咱无助无奈的苦难。伊要行伫咱苦难的生命中间，要将咱的苦难转变成做愿望。咱所承受的苦难，无搁再是无穷无尽的折磨。咱所受的苦难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上帝的疼甲怜悯。只有伫上帝的疼甲怜悯中间，你的苦难毋是无意义的，你的苦难诚做有意义的苦难。当耶稣伫十字架顶完成救恩的工程，伊安尼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上帝无放离耶稣，毋但是耶稣的灵魂交托伫上帝的手，耶稣的身躯也交托伫上帝疼的怀抱。伫上帝疼的关联内面，耶稣的身躯也产生极大的改变，对死亡的身躯变成做国外身躯。迄个互人钉十字架、死埋葬的耶稣，第三日国活，伊经历死亡的痛苦，是因为通过这个，伊要废掉死亡的关系。十字架毋是上帝的死亡，十字架是伫上帝内面的死亡。上帝亲身伫永远的生命中间承担死亡的挑战甲威胁。当咱人类面对各种的苦难甲死亡的时阵，上帝疼世间人，介奇妙的方法，就是伊欢喜甲世间人同受苦难的折磨，同齐担受着死亡的滋味。总是上帝无苦难毁灭，反倒当上帝将苦难转变成做愿望。上帝嘛无互死亡看赢，反倒当上帝赢过死亡。这就是国活的意义。国活是上帝对着人类痛苦甲着死亡的结束的一个宣告。死亡甲苦难，毋是人的生命中间必然的终点。人会通有机会，会通得到顶头生，会通得到永远的生命，会通得到永远的平安甲欢喜。亲像启示录落尾要甲咱应允的，安尼讲。上帝要撤销人拢总的目屎，无搁再有悲伤，无搁再有啼哭，也无搁再有痛苦。上帝疼爱关联，互耶稣对十字架行往国活。这个国活而落的大诗歌，是十字架苦难的后叫的一个回响。换一句话讲，耶稣彻底改变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是彰显耶稣基督的疼、智慧、能力甲公义的所在。十字架是互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罪得到完全赦免的所在。十字架是上帝通过耶稣甲咱同齐承担苦难的所在。十字架是上帝通过耶稣，互咱所拄到的苦难会通转变成做愿望的所在。十字架是上帝通过耶稣，互咱的生命会通经过死亡，进入到伫国外的所在。若无耶稣来改变十字架的意义，咱做一个人真困难，嘛毋知影是安怎，咱就爱背负遮尔济人生的苦痛的十字架。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十字架开始有非常丰丰富富的意义。互咱会通坦然
面对咱人生中间所拄着的苦难，甲着咱念咪可能会拄着的死亡。因为即款的缘故，基督教信仰咧纪念受难节，也咧庆祝过活节。基督教信仰坚持，咱要得到荣耀的冠冕进前，咱也着先学习背苦难的十字架。当咱背起十字架来跟对耶稣，咱会发现十字架伫咱身躯所留落来的伤痕，是咱将来得到荣耀的记号。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奇妙改变溃烂的一个记号。咱愈亲近这个十字架，咱的生命就愈会通得到对上帝来改变的溃烂。咱愈欢喜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对耶稣，咱就通愈甲耶稣同齐来改变这个世界。亲爱兄弟姊妹，你一定会通看见十字架的苦难甲死亡。你一定伫你的人生中间经验济济的苦难，你嘛看见济济你的亲人朋友的死亡。但是你是毋是有看到十字架所要显明搁我的愿望甲荣耀？你是毋是也通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互你所经历人生的苦难变做一种愿望，互你对着死亡的惊赢变做一种对搁我的期待？愿意咱今仔日通过咱7位兄弟姊妹所读圣经的经文，也通过咱的议会姐妹甲着名义上因所制作的这个圣乐，互咱心灵的目睭会通看到十字架的苦难甲死亡，也同时咱会通看到十字架所要彰显的愿望甲荣耀。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愿你的救恩，愿你的疼向阮显明。当阮举阮的目睭仰望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时，互阮看去罪的可怕，也互阮看去你赦罪恩典，互阮听去痛苦的嚎叫，也互阮通听去愿望的声音，互阮体会到死亡的关系。也互阮会通担着搁我的权能，互阮明白你的囝耶稣基督怎样改变十字架的意义，也要通过十字架来改变阮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看分望甲过活，马太福音28章第1节甲第6节。安息日后，7日的头一日，天未光，抹大拉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要来看迄个梦，忽然地大震动，因为主的天使对天落来，高开迄个石来坐咧顶面。伊的面貌亲像死人，衫白亲像雪。固守的人因为惊就哭哭喘，变亲像死。天使应遐的负责人讲：“恁毋免惊，因为我知恁要找伫顶死的十字架的耶稣，伊无伫遮，因为伊已经过活，照伊所讲的，恁来看主所到的所在。”
胸往美心，地不更的心，基督的家了所有的，是最近心破，你把回的你。我心永不息寂不给，应要为主推我是无罪，我心里莫随就应光。我
谁人知影？谁人知影？耶稣一生的听，谁人知影？谁人知影？耶稣一生的听，谁人知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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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国外志向门徒显现，约翰20章19节到22节。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点伫所大的所在关门。耶稣到，徛伫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已经讲即个话。就用手甲协会互因看，学生看起主就欢喜。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你，亲像爸有找我。”已经讲即个话，就对因分开，讲：“恁是圣神。”耶稣应允阁话：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甲伊讲：“阁话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罔死，犹久要活。”
心目放在人生春夏秋冬，到尾拢不空。但有记忆相赠，到晚依旧孤单。求主耐心一时，我愿到生日期，尊相互当相助，万里将关追梦，我会澎湃天空，尊相互当相助。地外一生日子，充满了苦痛归，苦笑最后本性，我主欢喜，你归我了头，我爱就自己，一生就我路过，也都是无动。尊相互助，当相自相互助，当心尊重主。尊相互助，当相尊重。愿你将我追梦，愿你澎湃天空，尊相互助，当心尊重主。哈利路亚。世间万物万种，拢着对你渴望，嘛是敬畏天堂，主是你靠，因为艰难岁月，你却满满祝福，愿大家做听讲，一生不快乐，尊相互助，当相尊重。愿你将关追梦，愿你澎湃天空，尊相互助，当相尊重。哈利路亚，哈利路以耶稣基督来国活。哥林多前书15章
51节甲54节。但我用报名甲恁讲，咱无要拢困，是要拢变化。一时仔久或一日，袂期扫甲等的时，因为扫甲要等，死人就要搁活。变做袂朽烂的，咱也要变，因为即个会朽烂的，结果变做袂朽烂；即个会死的，变做袂死的。但是即个会朽烂的，已经变做袂朽烂的；即个会死的，已经变做袂死的。照所记载讲，有血无死来看耶稣，即个话意是要来应验。你的创造奇妙，你的开力照头，我的心目看见你的荣耀。灿烂的太阳，美丽的彩虹，三角转用你做好。你若手头天天做地上的大饼，通过世界的侮辱，我们耶稣救赎，我的主作你，荣耀的主，耶稣我主永我的救主。你的创造奇妙，你的开力照头，我的心目看见你的荣耀。灿烂的太阳，美丽的彩虹，三角转用你做好。你若手头天天做地上的大饼，通过世界的侮辱，我耶稣救赎，我的主作你，荣耀的主，耶稣我主永远的救主。你的阳光永远，你的阻碍完全，阮万米澎湃伫你掌管。我要徛伫山顶，传福音无停，予世界拢知你是主。你担领过人间，你过受你掌管，因为一摆的顺服，你的万代祝福，阮要侮辱你，荣耀的主，你请你世万风也可以。你担领过人间，你过受你掌管，因为一摆的顺服，你的万代祝福，阮要侮辱你，荣耀的主。
大家拢听到遮尔水诶台语诶诗歌，咱知影即个诗歌拢为陈茂生教授伊所翻译诶，咱感谢伊。今仔日伊无办法来参加咱诶聚会，但是甘老师已经有录影，要甲向大家来问候，咱即阵来放伊所做诶录影。Hello， 今日朱牧师大声欢迎你来到美国因带大家伫人生上的进步，是逐项拢得到主的祝福。过来就是爱甲金果小组的兄弟姊妹请安恁热情参加这个特别聚会圣乐礼拜，个世界有共款所在来参加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声也爱感谢与会 Grace 老师甲这个
平日长老用心安排这个 Holy Week 的特别节目，互咱通过读圣经、吟诗、弹琴，甲默想来纪念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咱牺牲的大疼痛。佮准备心要迎接伊的歌啊！大家遮尔热心互我非常感动，佮大家好意，互我会通参与用台湾话翻译诗歌的时间，感觉袂堪认，总是恁无气嫌，我只有感谢上帝，感谢各位信仰的先辈，安尼甲主内各地方的好朋友。最后，愿主基督和我的大快乐、大能力，充满咱每一位好朋友的心上，使咱每日有充足的活力，会当欢喜服侍主，迎神益神。好，各位平安，Happy Easter， 多谢多谢，拜拜。奇妙无天，无天甘地，救我脱离罪孽，借我心内大受受悔，奇妙大地。心注定稳位，见归最最是连路望，归阳了无可当，纵问苍茫高地天地，无关内稳当，心动洒给你主心里，那一更救我的。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伫十字架顶担当你的罪的圣子耶稣基督，对你讲，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但愿互耶稣对死过活的爸上帝对你讲，
毋免惊，你的生命已经伫我永远的生命内面。但愿互上帝甲人伫听内面会当合一的圣神上帝，将上帝的听压悬你的生命，互你顶头世的生命伫上帝的听内面继续长大成实，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阿门。